咁咧，我係客戶服務部嘅 Catherine。我係香港 Custom Clearance 嘅 Graham。今日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簡單講翻一下呢個美國關稅一啲政策嘅重點？咁喺美國而家嘅現行報關制度咧，其實會分咗非正式報關 （informal entry） 同埋正式報關 （formal entry） 嘅。非正式報關 （informal entry） 咁就係適用於一啲貨品細過2500蚊美金嘅貨件嘅。咁例如啦，一個初創企業啦嘅10件價值20蚊美金嘅 T-shirt， 咁總值咧就係200蚊美金啦。咁佢只需要一個 LV bill 啦，要個 invoice 啦。咁當然你都要填翻一個相關嘅 HTS code 啦，一個美國嘅稅務編碼啦，同埋最緊要都係一個 MID 嘅。因為如果你件衫係香港或者中國製造嘅話咧，美國海關係需要一個 MID。咁咧有晒呢啲資料咧，咁我哋就可以幫你報關㗎啦。咁而正式報關 formal entry 嗰方面咧，就係適用於價值超過或者等於2500蚊美金嘅貨件，又或者一啲受管制、受監管嘅貨件，例如可能藥品啊、食品啊受到 FDA 嘅管制啦，又或者一啲你寄去可能美國政府或者相關機構嘅貨件咧，你都需要用呢個正式報關嘅模式嘅。咁你要填翻正式報關嘅文件啦，同埋交由你嘅報關行代為處理。咁呢兩個咧就係現行啦，美國海關報關嘅模式。咁講完報關嘅模式之後咧，不如我哋都探討下2025年啦4月打後美國嘅關稅嘅安排。咁有幾多種關稅咧？咁其實而家佢嘅措施咧就分咗5種嘅。咁第一種咧就係基本關稅 （Basic Duty）。咁呢個基本嘅關稅咧，其實就係根據美國海關稅則 HTS-US 對每類貨品設定嘅標準稅率。咁呢個其實以前不嬲都有㗎啦。咁第二個開始咧，其實係一啲附加稅率，例如一個叫 IEEPA 嘅附加稅啦，就根據呢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嘅附加關稅。咁坊間俗稱咧就係分提利稅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對等關稅啦。對等關稅咧，其實美國自4月起咧，對所有國家實施最少10% 嘅對等關稅。最新嘅情況咧，都要根據翻美國政府最新嘅安排嘅。而第四咧就係一個叫 Section 232第232條嘅國家安全關稅。咁呢個其實就係根據1962年啦貿易擴展法第232條，美國可以因應國家安全嘅理由啦，對某類貨品咧進行一個關稅嘅措施嘅。咁喺2025年啦，美國就擴大咗232嘅措施啦，涵蓋以下嘅貨品，例如鋼鐵產品啦、鋁產品啦、汽車同埋汽車零件，徵收25% 嘅附加關稅。咁特別注意啦，呢啲貨品如果係俾232涵蓋嘅話咧，其實就唔會重複徵收 IEEPA 啦或者其他嘅附加關稅，以免雙重課稅嘅。咁第5啦，就係一個叫做301條款啦嘅貿易報復關稅，其實係針對一啲從事不公平嘅貿易行為，例如強制技術轉移，又或者知識產權嘅侵犯等等嘅行為咧，作出呢個關稅嘅。咁而家涵蓋嘅產品咧，就包括可能電子產品啦、新能源產品啦、紡織品啦，或者服裝，有啲機械或者工業設備都喺呢個範圍裏邊嘅。咁美國咧就會徵收25%到50% 嘅關稅不等。咁講完5種關稅之後咧，而第6種咧其實係一個附加費用嚟嘅，咁就叫貨品處理費啦 （Merchandise Processing Fee）。咁呢個 MPF 咧，其實就係美國海關對所有進口貨品徵收嘅行政費用，唔屬於關稅，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嘅。佢嘅收費率咧就係你嘅貨值0.3464% 啦，而最低嘅收費咧就大約28蚊美金，而最高嘅上限咧就接近540蚊美金嘅。咁適用嘅範圍咧就係無論正式或者非正式報關都好啦，只要經過美國海關處理，佢都要徵收呢個 MPF 嘅費用。喺度我都想幫人客問下咧，因為其實好多時而家啲人客咧都會寄一啲叫樣板貨，即係可能一啲剪咗牌嘅服裝啊咁樣。咁其實寄樣板貨同寄一般嘅貨有冇話係啲咩唔同嘅咧？有㗎，其實咁寄樣板貨咧都有相關嘅要點要留意嘅。咁相關嘅報關嘅資料啦，同埋一個相關嘅關稅嘅處理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不如就用頭先講嘅成衣就 T-shirt 嚟做一個 example 啦，有個例子啦。咁如果你寄一個成衣作為樣板，首先你要 confirm 啦，就係如果呢件成衣係香港或者中國
製造嘅話咧，你係需要有一個叫 MID Manufacturer Identification Code 咧，去俾翻美國海關咧去認證呢一件成衣嘅製造商嘅。咁有呢個 code 之後咧，其實已經可以幫到你喺報關咧減省好多流程噶啦。咁第二啦，如果寄呢啲樣板貨啦，譬如好似展擺貨等等啦，咁你其實嗰個成衣咧，你係需要做一啲樣板貨嘅處理，例如你剪咗牌啦，或者可能剪咗個窿啦，又或者喺上面寫到明係一個 sample， 係一個樣板等等。咁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一個樣板貨、選威樣板貨嘅 HTS code HTS 98110060，就唔使用一個普通成衣嘅 HTS code咧。咁呢度咧，其實海關亦都可以認證到你一件樣板貨之後咧，其實就可以免關稅嘅接近。咁當然第三啦，你喺文件上你都需要話俾海關聽，呢件係一件成衣，係一件樣板嚟嘅，係一個 sample， 係一個展示用途啦，或者可能你內部嘅審核用途等等啦。咁有咗呢啲資料之後咧，你就可以用一個象徵性嘅商品費用啦，譬如 USD 1蚊美金等等咧，咁就去進行報關嘅。咁當然呢度提提大家啦，頭先講嘅3點咧，你必須要誠實申報啦，就千祈唔好有誤報或者低報嘅成分啦。咁如果唔係咧，就會引致不必要嘅麻煩嘅啦。咁除咗樣板貨啦，我諗其實好多客人咧都問我哋就係話，我有啲全新貨品或者二手貨品咧，其實寄去美國有冇咩分別㗎？其實咧，喺打關稅方面啦，最主要咧都係睇翻貨品嘅描述啦，同埋貨品嘅價值嘅。咁至於嗰件貨品係全新啦，定係二手啦，其實對於個關稅就冇影響嘅。咁所以喺度我哋都強烈建議客人啦，記得提供翻一個精準嘅一個貨品描述，咁有助咧美國嘅海關咧可以係對你嘅貨品打翻一個正確嘅稅項啦。其實關稅係我哋好多客人客嘅成本之一啦，咁所以佢哋都好有興趣去知道就係話，點樣可以準確啲預估到佢哋寄嘅貨品嘅關稅。咁我哋 FedEx 有一個嘅工具啦，叫做 Global Trade Manager GTM。咁阿 Graham 可唔可以幫我哋介紹下咧？係啊，其實只要你 log in 我哋嘅 FedEx.com 啦。揾到我哋嘅 support 呢個顧客服務啦，然後再去清關 custom clearance 之後，再落到底，你揾我哋嘅 custom tools 咁呢個清關嘅工具啦。入到去之後咧，你就見到個 GTM 噶啦，一個 Global Trade Manager 啦，我哋叫。再撳一撳佢，然後我哋就會去到 GTM 嘅版面，中間你揀翻 Estimate Duties and Taxes 預估個關稅啦，然後再 log in 翻 FedEx.com 入翻你相關嘅資料咧。去到版面，你就可以開始入你貨品嘅資料啦。例如你究竟件貨嘅產地喺邊度啊？你件貨寄去嘅目的地喺邊度啊？你嘅貨價係幾多啊？用邊個貨幣去描述呢個貨價等等。之後再入翻產品描述，同埋最緊要都係個 HTS code 啦，美國嘅海關編碼。咁呢度咧，其實我哋嘅工具裏邊都可以幫到你嘅，入翻你個相關嘅產品描述。咁我哋嘅工具咧就可以建議翻你可以用邊一個美國嘅 HTS code 咧去作為一個報關。咁之後你再撳翻 Continue 咧，其實我哋一個預計嘅清關費用同埋預計相關費用咧就可以俾到你噶啦。咁喺以下嘅例子裏邊咧，咁我哋就分別有呢個大個同埋細個2500蚊美金嘅 formal 或者 informal entry 嘅例子俾大家。咁呢度最後都提提大家啦。呢個以上相關嘅預計嘅清關費用或者相關嘅關稅咧，其實都係根據大家嘅資料嘅啫。咁所有最後美國海關嘅稅金或者相關清關費用咧，你都要根據翻美國海關去打稅嗰個標準為準嘅。咁其實除咗呢個GTM 嘅工具之外啦，我哋 FedEx.com 咧亦都推出咗呢一個專頁啊，咁咧個名咧就叫做 US Tariff Information Hub。咁其實去到我哋嘅 FedEx.com 咧都好容易揾到呢個專頁嘅。咁又或者大家都可以 scan 屏幕嘅呢個 QR code 啦。咁呢個專頁裏面咧，其實佢都會定時咁樣去更新一啲美國關稅嘅資訊啦。咁亦都會有啲清關嘅提示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人客咧可以不定時咁樣都上下去睇下啲最新嘅消息。